NVIDIA 厂长健身房昨个带着某仔囝来到台湾啊。虽然记者计是无啥物报道，但是民众伫咧川泰馆、四平商圈、通化夜市、甲东区的豆奶店，拢有看到伊。你若要甲伊翕相，伊拢无拒绝的。另外，佫有买水果送到现场的民众，所以今仔日离开台湾，大家所关心的，伊即阵敢有去看张忠谋咧？咱问到伊的情形，因为张忠谋进行台积电的运动会无出席吧，讲身体无爽快，所以健身房讲有啦，又起来看，伊即马身体状况真好啦。离无到1月7，为台现场黄玲芬过来台湾拍拍照，民众真爱对路，起码展现亲民的态度来甲民众翕相。其实长着飞来台湾啊，去餐厅食饭，行未来就先甲店里的人揽一个。餐厅内底的人热情下手，嘛有民众真热情要甲伊翕一张相片。伊的教父食一顿饱，换转战4平商圈，规家伙仔来到卖咸酸甜的店发会。黄玲芬伫咧表导签名，佮趣味留言 I love mango， 我爱酸呀。大人囡仔热情伸手，黄玲芬嘛分送水果。暗时来到通化夜市设计，拜访水果摊，民众看到伊拢介欢喜。感恩节期间，黄玲芬带宝囝来台湾，敢若是行私人行程。除了张口民众看到伊到川菜爱店食饭，佮有去踅4平商圈通化夜市。暗时回到饭店，讲到到老白饭店食饭。今日透早享用大食早顿，听讲伊佮有去拜访老朋友张忠谋。Everything has been well with Maury. How has he been doing? He's doing fine, thank you. Yeah, he's doing terrific. 讲到张忠谋，黄玲芬讲伊的状态真好，伊嘛讲到今仔日对离开台湾，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息，一举一动都引起最民众注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